像我哋屋下嘅教育方式，係所同學，大家都同甜甜，因為大家都會講，你哋屋下同自由誒，喺個阿爸阿妹都唔會。很多都係管爸爸媽媽。係那要係冇，因為我阿爸阿妹係所見到同學就會，見到我本來就同到嘅想法。本來就自由去發揮，係韓國用鼓勵啊，韓國獎勵嘅方式啊，來教人哋。獎勵，獎勵，不用講握手，哎，坐下，哎。你不是學兩字嗎？就這樣，我買真嘅又唔會老嗌阿爸阿妹上度愛你哦，就是不會搶他。懂乖，講地方嘅杜斯設計案。真勁哦，真勁會讀。真勁有啲面衝認真，可能就會愛你。其實我細細嘅時候知道講我因為按才歌，因為嗰時我就本媽媽過生5年生，12歲就送去嘅戲劇學嘅。哇，就送去酬勞嘅呢。冇唔錯，就關起來就練過嘛。嗰時我就知道講，我媽媽用以為我戇，就對我暗好，係就本我送去本人。你真戇啊！嗰時才發我，然後我姐姐相比真然就係我較戇，因為我姐姐就係從細到大都懂會讀書，我姐姐就係嗰種時期青菜考試啊，就是會考到北一女。冇唔錯，韓國後來我係姐姐睇了後，安尼大嘴鼓嘅時候，我真發現到。原來其實佢壓力沒同態，佢嗰種時就高中嘅時候愛考試，佢就講其實佢嗰種時同講講，佢考唔到北一女，他怕他是中山女高，不是北一女。我就說北一女係乜嘅？中山女高又係乜嘅？因為冇香嘅世界，你冇。不過後來我真知道，哦，原來因為係姐姐嘅壓力。我係當中醫嘅教育嘅方式，就像喺未來我生嘢出世過後，我咪想我繼續用佢哋嘅種教育方式去傳播下一代啦。因為所以講，如果重點係。記得唔可以從我要讀到呢度嘅同學啊，係阿爸阿妹哦，記得冇完成嘅夢想，出隻嫁到呀生嘢，哎呀，最北強係啊，出隻嫁到生嘢，但係其實佢阿裏面留生嘢嘅想我做嘅事情完全冇困用嘅嘛，啊，佢喺當陣上我哋講哦，想我去發揮乜嘅自由去做啦，係啊，就我知道講按嚟嘅方式係非常非常值得嘅。你有看到你家講嘅細節，人家宣紅喺樓下對面。目接攬夾秒，非常險險啊！那個地板擦一擦，流太多淚了。我們都我聽係流淚，唔係流什麼？你而家講本嘢發揮嘅時候，唔嚟。你講哦，嚟了啦！我媽媽當榮幸地教育當過，其實我發動到個實踐做嘛個教材，像我喊媽去幼稚園個時。你阿媽媽係幼小老師，幼教系係唔係，其實我去上班哦，下班喊要當到個實踐做得用了條東西，像幾位用個字卡，是我喊媽去學教個實踐，其實啲我卡會教我發音，像我個上個字 apple 係日文啊，真係日文哦，係中文哦。翻譯就是獅子，應該是會聽人經驗。獅子，兒子，所以應該練下。好主，好得跟媽媽陪你。好嚟啊！我去掂。所以應該把 gym 啊練下，喊做得我感謝媽媽。係好得。喊講緊媽媽喊為自家做啲，是寒暑假嘅時節，其實為自家做啲日記本不會你。挨掉，挨落樓梯，地址遮住。唔定我有地址，挨唔地。當你做寫日記，弟弟袂讀，喊講挨媽媽喊唱，該信上佢喊會改哦，喊會改，弟袂讀會寫嘛該。歷史老師。媽媽嘅夢想係唔係做事？可能咯，媽媽咩係種夢想建築在他身上。不過因為有壓力，因為有壓力啊，是都當好搞啦。你可以滿足他以前的願望。嘿，可能，伊喊會寫嘛該喏，很嚴格哦，喊會寫嘛該。這個就叫嚴格。完蛋，流淚。其實就像我家下講，而家下講嘅寬容式嘅教育方式這樣子，因為寬容式嘅教育方式呢，其實係講，你愛同高度回應生源嘅需求，生源愛乜嘅時間，你愛去插記就錯咧，唔好冇插記。韓國嘅生源嘅呢，得到嘅回應嘅時間呢，嘅要求雖然較大條嘅嗬，但是呢。我突然有點登出，但是需求咧，他講嘅教育方式有後，但是被你影響，你知道嗎？李穎珍，被你影響，你還有1000兩，教育你。因
因为吼，我家下就讲，我要对我起台真紧动过，不过到底有结果咧，就係我主要係因為家延伸家庭嘅關係，因為家爸爸媽媽覺得家公家婆嚇衝咱強所以機會撈嘅兄弟來比較，所以上個用愛來全面幾枚手嘅兄弟，所以對我選擇繞口就會當過，譬如我寫書啲咯，國小甜甜咯，其實會去奧多拜在我去建中啊、台大時講，哦，你以後就啱學搞哦，我記得咯，真嘅，而且是15區哦，唔係說一百甜甜哦，後來我國中畢業書真係記得咯，嗰種是考到係 PR97，意思，其實我咪去到都冇容易啊，因為嗰陣時就講，你讓你全台灣所有學生嘅地步都的97%，最高就 PR99，係啊。我咪看到嘅選擇，但係選擇嘅絕望嘅硬木柱哦，我用緊記得，就是啊。老愛嘛強做乜嘅咩建中啊用？嗰陣時愛姐就係佢後來太好就政大，愛媽就講，怎麼不是台大？後來愛美因為考到全台之後，基本感覺就差一邊，係就差一些咧就係台大咧。係，所以後來愛是未去到講壓力動態啦，所以假設漢就我也登出了你們。其實我係做過冇其他就唔會輸送開啦，輸送啊爸爸媽媽就保持安那個心情，不期待不會受傷害，對我係冇乜嘅其他啦，就做講哦命有財就好。要美想到那年下就好咧，有挑兩 K 咧，我有朋友嘅你嘅做嚟分享啦，我有啲好朋友佢帶到台北市哦，嘅爸爸媽媽很當當哦買屋嘅，買嗰種較細件，因為台北市較貴咩，嗰種細件嘅啲台太古圈。因為就係希望我同人媽媽共用啊，嗬，帶到幾近水樓台先得月，就大伯就同佢講，要買到鴉片 V 落，我去吐埋嘅建中北一女啊，還要講吐台太就懂呢片啊，結果啦，我咩就係安用嘅，所以我大古亭，因為就係到台太，然後建中嘅動物，冇錯，記咗人嘅零殺。講這個所以那一條事情不知道，爸爸媽媽聽說會當傻皮啊，危險嘅，這。有冇？有啦，有，當然有，睇下看唔到嘅地方聽啦。有啊，哎，講嘅就係你頭擺啊，就係用啞巴，就係講到冇卡，有按你嘅環境講，你講客家話嘛。嗰時候就學到小學時間用客話來去參加一個演講比賽。啊，演講比賽就係練自家一個企到舞台當個講話嘅能力嘛。啊，然後企到舞台當嘅舞台咧，就從一個電講空樣嘅嘛。我最後都係你當個18嚟，所以就企到舞台當中本記到說哇，又係一個動公用嘅事情，韓國最重要嘛，拿到獎，而家嘅獎幣啦，獎金啊，順利啦，可能已經都記得副台度。我講而家就係獎幣股，還要參加唱喺歌唱比賽啊，你冇卡要？歌唱比賽要頭擺，啊係要翻嚟嘅童謠嘅代言，有。哇，童星啊！頭擺啦，頭擺。冇啦，嗰種是你家係咪出嚟比啦？你家人家會得獎，老見同期嘅啦，同期嘅。所以你知道底下做按多嘅社條，你知道真緊本也愛知道，記得真緊要好沙皮。有呢，因為包括嚟唱廣播天台啦，如果講我嚟到天台做節目啦，嗰個電視台啦，係講棚頭啊、搭足班啊，有啲話。還會愛片呢？那個的聲音，喺上台上講。講傻皮。招牌。因為係做講係本單一嘅技能，就冇像白卡按好啦。古時候不期不待，不怕受傷害啦。唔講下不卡按嘅啦，唔論人哋有成就啦，尤其嘅人哋韓式嘅世界，假使有得獎啦，拿到獎金啦，佢希望人哋做一個良善嘅人，唔是哦，懂有自費，唔是懂會讀書，唔是穿懂到錢，唔講會懂良善。是做一個良善嘅人，良善嘅路，一個良善。好嘞，重嚟，真正要做良善嘅人。有上太上歌。